板豆是咱台湾特有的文化，今仔日就要围炉啊，大家拢会食年菜。今年高雄内门有总铺专工去高雄的保安宫现场来煮，有鱼翅鸡、有控肉等等的好料理。不少民众透早就去排队，拢是为着这香港港的古早味。一透早，真侪民众来庙埕排队买摕年菜等去过年，大家拢是为着内门的板豆菜，有风肉、鱼翅鸡、鸡汤等等古早味的年菜。今年高雄内门总铺师是刷到保安宫内底煮年菜，现场总铺师手拢无停过，民众拢讲内门总铺师板豆菜就是上古早味的。每一年生意拢足好个，系啊，去年我们摆到暗时8点外才摆掉。是板的嘛的那个菜，比较古早味吧。对对对，那我觉得也是吃起来是还蛮喜欢的。都是现场煮的，都是热的，回去的话就可以吃了。高雄内门会当讲是总铺师故乡，早期平均5户就有1户咧办桌，上济时代有150个总铺师。内门也是总工程的起源，顶头连续到连拢会煮大鼎的菜互因食，所以练出好手艺。已经做30档的总铺师讲，二路菜就是规个办桌上重要的菜。因搬出煞，第2项就是鱼翅肉鸡，师傅的手艺感好，就是看这项。成败都是看这个二路菜了。二路菜肉鸡煮得好吃不好吃，一场宴席下来，它是最关键的。今年伫保安宫拢做来3、4位内门的总铺师，因为初白暗时就先款了来煮。业者表示，第30暝即天就有6、700份的订单，眼款到初2，有价爱煮2000份，有价拢咧起价，猪肉是起上济。食材的部分多多少少都有涨价啦，就我感觉最大的应该是腿骨的部分啦。感觉应该在1成至1成5左右。今年内门的总铺师也捐出60份的年菜，和潮州较偏远的国小甲基赛主盛会，和因也会当围炉团圆吃年菜，过一个好年。记者钟义辉、邱兆勇高雄报道。